虔诚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就是解说甲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相。这呢，就是一个说明佛的后得智以及甲如量智差别的道理。就是讲，虽然有迄个智慧来去分别了一切诸法，但呢，分别了呢就煞去了，向呢无起一个心，伫迄个所在啊，定来该分别。当然是即款的分别呢，乃是自然的分别，毋是亲像咱。凡是要来去看一项物件，要来去想一项物件，那就将内心起一个思念起来。因此呢，就只有证到果位的圣灵才做会当到。今晚咱就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劫火烧海底，风过山上结，真相。即灭落，涅槃上如是。伫遮所讲的劫火烧海底，伊就甲风过山上结，这两句呢，就是在说明咱这个世间的大三灾。世间的大三灾呢，就是火、水、风。当世间大三灾来迄个时阵。上起头呢，就升起迄个大火。即个火一个烧毋是讲在陆地上的物件呢，会去烧去，连迄个海的水呢，会去烧甲焦去。迄个劫火就烧甲迄个海底。当然，即个火呢，毋是咱现在是即个火。咱现在是咧讲，哇，火烧厝真可怕。但火烧厝真可怕，这个火只是厝啦，或者是讲树啦、草啦，在咱这个陆地上烧会到物件呢，该烧去尔。伫遮所讲这个劫火呢，就毋是，不但是讲陆地去烧去，连迄个海水烧焦去。搁再烧到海底，所以名叫做劫火烧海底。那边讲风过山上结，这个风过呢，就是在指迄个风灾。风灾有迄个风的鼓动，这个风的鼓动呢，山甲山呢会去相拍。伫遮所讲这个山。伊也毋是咧指普通的山，遮所讲的山是啥物山呢？就是咧指迄个须弥山。因为大三灾迄个时阵加入到甲迄个风灾迄个风灾，迄大风一个吹咧到地，连迄个须弥山呢，就变成土沙粉共款。须弥山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山。咱现在是看会到的山，大部分拢就是属于土啦。虽然是山来讲，也是土。也虽然是讲有石头，可能呢是一块一块石头。毋过呢，也有迄款的山真正特别啦，就是讲规座山呢，就是一粒石头。草在金门迄个所在，有真正侪山呢，会叫做花岗石。这个花岗石呢，可以讲是非常的顶。我有去过色兰去过印度，在色兰或者是讲印度迄个山呢，真特别。一粒山头就是正过一粒石头，
从接下来可以了解讲，迄个石头啊，到底是偌大？迄个石头当然呢，这是非常重的物件。那是讲像石头遮尔只重的物件，咱普通用个甲伊拍嘛，拍袂叮当。哦，莫讲是迄个风甲伊吹叮当。哦，迄个风啊是无可能甲伊吹叮当。那何况讲迄个须弥山，伊的顶啊，比咱现主是即个石头山搁来较顶。但比现主是石头山搁来较顶的迄个须弥山呢，受到迄个大山灾的迄个风灾，迄个时阵，迄个风啊咧透落到地呢，迄个须弥山呢，都拢变做土沙粉共款。你就知影讲，到底迄个风是偌大？哦，迄个风透落到地，咱人当然拢毋知飞到倒底去，拢无去啊啦。连迄个须弥山都会放去，哦，这边的山甲迄边的山呢，乒乒乓乓。哦，就是咱现主是地动物件倒落安尼轻狂叫，哦，这边叫做风过山上叫。这两句啊，就是咧说明，由于大山灾来呀，世界的破坏，咱这个世界呢，有生如坏空的四大劫，生有20小劫，主20小劫，坏呢20小劫。空20小劫，那就是讲，这个世界将无万由迄个微尘积聚，安尼爱经过20小劫的时间，才有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成立了呢，就保持这个世界现状啊，维持有20小劫的时间，这咪叫做主劫。20小劫过去啦，就变成万，就一直歹。先小山灾，尾呢就变成大山灾。啊，这个大山灾呢，火灾来一遍，水灾过来一遍，最后风灾过来一遍。啊，这个水、火、风这三项啊，那是火灾呢是烧到初闪天，啊，火灾呢甲初闪，水灾甲二闪。风灾甲三闪，所以才讲做三闪相助有风灾，就是讲到迄个三闪天，抑搁再有一个风灾，四闪天以上呢，才未受到这个水火风大山灾的破坏。即马才讲劫火烧海底，风过山上结，真相。植灭落，涅槃上如是。真常植灭落的意思呢，就是讲，虽然是大山灾来啦，这个世界受到水火风山灾破坏，但是呢，真常植灭的快乐，却是呢，永远呐无所改变。那所以叫做讲做。真相就是讲，佛所得的真理呢，乃是一种的真实相主，名叫做讲做真相。寂灭乐，这个寂灭乐就是讲一种的不生不灭的快乐。所讲的乐，究竟的快乐是啥物呢？两种，第一就是无上菩提觉法乐。第二就是无上涅槃寂灭乐，无上菩提涅槃乐这个觉法乐呢，就是讲已经得到至高无上的智慧，对佛法的讲哦，对佛法的了解，升起了快乐。这款的快乐的境界啊，这不是用咱的语言文字可以形容，但这个无上菩提觉法乐呢？但是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呢，会使利用咱学佛修行了解佛法，来得到内心的快乐啊，来去来体会。当咱一个人对佛法无了解迄个时阵呢，内心啊感觉到非常苦恼。一旦呢，互咱来研究，互咱去思考，
也即个道理呢，已经互咱了解啦。迄当阵咱的内心嘛，非常的快乐。即款的快乐，并毋是咱去得到爱国奖冠啦，或者是讲赚大钱迄款的快乐。即款的快乐，乃是一种的内心的清净一种的内心的安详无法度好讲起的一个快乐。所以，即款的快乐会使你摕来做即个无上菩提甲法乐的一种的体会。即个无上涅槃寂灭乐就是讲得到迄个至高无上涅槃迄个时阵咱得到内心的究竟平静，得到内心究竟平静，迄当时阵的快乐，这呢也毋是咱一般的世间的快乐可以来甲形容。不过一点就是讲，咱学去修行，伫咧静坐啦，或者是讲伫咧念佛。咱念佛念甲将咱的梦想烦恼给去掉，咱的心呢，敢若像迄个清潭之水。迄当阵，迄个寂静的心境那迄款的快乐呢，也毋是咱得到世间的金银财宝的快乐。迄款的快乐呢，只可以咱自己来个意会，也以这个心境，咱来去个体会到无上寂灭这个无上涅槃的寂灭乐呢，会当好来去个了解。而且就是讲，虽然这个世间会经过水火风的大山灾，一切呢受破坏了，但是真实相助的涅槃，乃是不生不灭。那这款的呢，就是一个究竟快乐的境地。下面涅槃上如是，慧能大师就来讲啦，讲这个涅槃之上就参像前面我所讲的安尼。那意思就是讲，虽然是三灾来消灭了世间的一切，但是涅槃的真理永远存在。而且呢，对这个涅槃的境界袂使你生起一种的分别心不作涅槃解，也不起反省见。咱呢，必须以这个平等心来去看涅槃。下面讲五金强言说，令你下见。慧能大师搁在对智道安尼讲啦，讲我呢现主是勉强来言说，这强就是勉强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涅槃，这是一种的真理。真理这个物件呢，应该是无法度讲出来。但现主是呢，为着要使你来了解这个真理，所以我呢就勉强来提出来说明，安尼叫做五金强言说，令你下见。讲我即摆来讲这个涅槃，勉强来讲这个涅槃之上是要创啥物呢？目的都是要使令你会当来下见。这个下见是啥物呢？就是在前面慧能大师对智道安尼讲啦，讲你是一个识主，为什么你学迄个外道断上的下见？以这个外道下见的见解要来议论最上乘的佛法，那你这是完全错误啦。因为这位智道就认为讲色身之外，另外有一个法身，离开生灭要来求以寂灭。而且呢，搁再入面讲涅槃上乐就有一个身躯伫咧受用。像这款的啦，拢都是个下见。慧能大师为着要使伊会当来写起这款的下见呢，所以才勉强将这个涅槃的情形来给说明出来。下面讲念物随言解，
虚拟地烧粉。讲我讲是甲你讲啦，但是你呀，毋通随着我所讲的这个话来去了解。意思就是讲，直到你必须离开了语言文字，离开这个语言文字来去体会涅槃的真理，毋通随着我这个吉祥的解说来接迄个涅槃。甲你讲，依照我所讲的这个话来去接这个涅槃，那又是错误咯。你若是无随着我的语言来去了解，要哪呢？虚拟地烧粉，喜就是讲允许，讲哪呢就允许你呢，会当回来了知着烧粉，就是讲对这个涅槃的道理啊。你会当回来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啦。你若是讲随缘解啊，那一小部分你都无法度了解。意思就是讲，你必须离这个言说上，离开了言说上、文字上、心愿上等等，才有小份的相应。真理毋是语言文字。真理呢，也毋是用咱的分别心去解分别的物件，所以真理啊，离开了心缘上，真理离开了言说上，真理离开了文字上。但心肝想的，这是一种意识的分别；真理呢，这是一种的平等的物件。以这个分别的心，要来去契合着无分别的真理，这呢因甲果不相应，无法度契合。所以这个真理呢，唯有提起咱本来的智慧，提起这个无分别的智慧来照料，才有可能去契合。这个真理呢，毋是语言，毋是文字，所以唱诗讲甲天花乱坠。或者是用个文字写你直写，无论写1000字、10000字、10万字、1000万字，写来写去嘛是语言文字，毋是真理的本身。真理呢，是爱用咱的智慧去来观照物件。所以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最后呢，才提醒这位智道，讲因为要来xử理写度。下见，所以我即嘛勉勉强强来讲这个涅槃之相。但你呢，绝对呀，袂使你随着我所讲这个话来去了解，应该呢离开我所讲这个话，自己啊好来去体会才使。你若是无随我所讲的语言去了解，安尼呢就允许你。会当好甲这个涅槃小分相应，这是慧能大师对智道的开始。那边智道文机大悟，永欲作力而退。智道文机大悟，就是讲这个智道法师呢，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资料呢，就大悟。大悟就是讲，对这个道理啊，已经呢有真正大的体会啦。本地呢，伊对这个涅槃的道理曲解，甚至是经过慧能大师安尼甲解说了后呢，已经有深深的体会，所以才讲做文机大悟，永欲作力而退。这个永欲就是内心的欢喜啊。表现在外表，我就是讲欢喜，才会跳起来可见内心的发喜充满，作力而退。这个作力呢，就是该顶力、该说下意思。依照咱佛教的规矩，凡是咱听佛法了，必须呢爱礼谢法师就是讲伊甲咱开示佛法，
咱已经了悟了，所以必须呢，就要对法师啦来给说下。这位智道既然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该开始有所了悟，内心充满欢喜，所以呢，就对六祖慧能大师该顶礼、该感谢、礼退，讲自安呢就退息，就安尼呢就退回自己的所在去了。讲到这个所在，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智道的说法。下面刷落就是要来解说六祖慧能大师甲这个行思禅师的因缘。我们是先来念正文，然后再来解说。行思禅师先结州安成老死，闻祖客法式成法，经来参礼，随问曰：当作当何所无，即不落阶级。师曰：你正作什么来？曰：性体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性体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其志，令师修讲。一日，师谓曰：你当分化一方，不能断绝。师其得法，随会结州千元山，弘法效法，是弘济禅师。这就是说明咱六祖慧能大师甲这位千元行师的缘呐。在六祖大师门下呢，有出两个真正高的弟子，其中一个就是千元行师，搁一个就是南岳怀让。这个千元行师的系统下面落来呢，就是开创了做当中。南岳怀让下面呢，就开创了临济宗。虽然是咱中国的禅宗有5家7派，事实上比较的盛行的呢，原来是坐东临济。坐东临济就是出在千元行师甲南岳怀让。即马就是要来讲这个行师禅师呢，甲咱六祖大师的机缘。行师禅师先结州安成老死，讲这位行师禅师伊是出世在结州的安城，伊呢是姓刘。这个结州安城就是属于江西省。安城应该就是现在是就是这个安福县。这位行师禅师以后呢，改赐一个号名叫做弘济禅师。伊真少岁就出家，以后呢，才来参礼六祖慧能大师。尾佫倒转去我那是踮在迄个千元山静其死。这边讲闻祖客法式成法，经来参礼。讲这位行师禅师呢，听到祖客的这个法式成法所以叫做祖客呢，就是慧能大师教化的所在。慧能大师呢，就是在祖客这个所在，这个教法中生。这个法式成法所以叫做法式呢，就是讲佛法的做式，名呢叫做法式啦。
讲即个佛法的造式，叫做讲做法式、圣化，就是讲伊的即个教法非常的圣，就是讲伊的发言真好的意思。听到讲，六祖慧能大师在做客即个所在，也伫咧讲经说法。即个讲经说法，伊的说法教法真正圣，因此呢，就经来参礼。这个经来参礼，就是讲伊本来是在江西省，就挑挑呢，到这个广州的所在来，要来去参礼。参礼就就是参拜礼祖。这个参礼呢，也就是要来亲近伊的意思。过去这个祖师大德为法，无论较远的所在，只要听人讲遐有一个真正有名的高僧大德拢总呢都会去甲伊参礼，就是去甲伊参访啦。在过去天下有真正一个善知识，这善知识呢，拢是值得人去甲伊亲近，值得人去甲伊礼拜。尤其是在唐朝迄当时阵，佛法非常的济，一世纪南是属于教上的法师就是修禅的禅师。慧能大师乃是在当其时的第六大祖，伊的法真成，这个代志，行师禅师知影呢，就挑挑从江西省迄个所在来去甲伊礼做，来去甲伊亲近。这就是遮所讲的经来参礼意思。注意听先听讲，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这样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